大家好，我係心齋。生活不快樂，老係生病，醫師亦喺度助禪，調節自律神經，強化免疫力。西方無數嘅心理學研究發現，經常從事禪修訓練嘅人，比一般人更快樂、更有滿足感、更健康同埋長壽。例如，經常從事禪修嘅人，憂慮、抑鬱同埋狂躁等消極情緒都會減少，記憶力增強，反應時間縮短，智力提高，具有更好同埋更有意義嘅人際關係。禪修訓練可以降低高血壓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嘅關鍵指標。仲有證據表明，禪修可以有效降低慢性疼痛同埋癌症等重大疾病嘅影響，甚至有助於讓人們擺脫對毒品同埋酗酒嘅依賴。禪修訓練可以強化免疫系統功能，進而幫助修習者預防感冒、流感同埋其他嘅疾病。美國學者舒克同埋阿克茨曾對10名草洞中嘅僧侶進行相關嘅研究，結果發現：第一，坐禪過程裏邊呼吸每分鐘減少2至4次；而唔坐禪嘅時候又恢復到原本狀態。第二，呼吸換氣量增大，肺活量擴大。第三，氧氣消耗比一般人減少20至30%。第四，體內能源消耗減少到原本嘅80至85%。第五，呼吸類型要比腹式呼吸慢2倍。第六，呼吸雙數值穩定，冇大嘅變化。兩位學者推測，坐禪令到大腦能源消耗減少，自律神經系統功能活躍，皮膚筋骨有鬆弛感。此外，坐禪同埋催眠有好多相似之處，譬如腦電波係會緩波化，電流會高電壓化，自律神經嘅興奮狀態被調節，緊張同埋壓力會抑制，個體有鬆弛解放感，以及大腦處於某種休息狀態等等。奧斯丁對禪定嘅生理機制以及腦科學機制進行咗進一步嘅研究。佢喺《禪與大腦》一書裏邊詳細地論述咗禪定嘅基本生理機制。佢嘅研究表明，喺禪定修習嘅時候，人體生理係會發生一啲嘅改變，例如出現放鬆反應，導致肌肉放鬆，基礎新陳代謝降低，自律神經系統嘅調節，產生呼吸延緩，心跳變慢，血壓降低，皮膚電阻反應增加，感覺敏感度提升，免疫功能增強。透過對禪定過程裏邊腦電波嘅研究，奧斯丁發現禪定有利於產生阿爾法波。人們可以透過將注意力集中於節拍器嘅聲音，或者係視覺刺激而增加阿爾法波。隨住禪定嘅進行，漸漸出現平靜嘅清醒腦波阿爾法波8至12個赫茲，並隨住時間嘅進展，阿爾法波嘅振幅變大，頻率減低，並慢慢出現律動性貝塔波5至7個赫茲。研究仲發現，草洞中嘅僧人喺行禪嘅時候，阿爾法波佔據嘅比重達到50%，而嗰啲唔熟練嘅修行者喺行禪嘅時候，阿爾法波所佔據嘅比重只有20%。而作為控制組嘅大學畢業生喺佢哋行走嘅時候，卻冇產生阿爾法波。
禪定腦波嘅另一個特徵係喺禪定嘅時候給予連續嘅重複聲音刺激。啪嗒聲，正常人嘅腦波係會產生一種警覺反應，導致阿爾法波嘅短暫消失，呢個稱為阿爾法波阻斷。如果聲音刺激繼續，大腦就會慢慢地習慣於呢一種聲音嘅刺激，唔再能導致阿爾法波阻斷。呢一種現象被稱為習慣化，但係禪僧喺禪定嘅時候，阿爾法波嘅阻斷反應就唔會產生習慣化，即係每一次聲音刺激都能導致同樣嘅阿爾法波阻斷反應。呢個意味住禪僧喺禪定嘅時候，隨住對世界都保持開放。禪僧雖然進入內在專注，但係對外界嘅感受性並未減低，甚至提高。呢啲研究結果表明，禪定修習能令到人們達到一種平靜嘅放鬆嘅狀態，而呢一種平靜放鬆嘅狀態有利於人們嘅身心健康。同時，禪定練習仲能增強人們對外界嘅感受性。關於呢一點，其他研究者亦得出咗相似嘅結論。蘇等人嘅研究發現，禪定嘅訓練令到身體喺平衡、力量、柔韌性、感受性、靈活性等方面均能增強。本文摘自《喚醒身體嘅自癒力》，用禪嘅智慧幫你找回心中嘅平靜。包祖曉著，多謝收聽，聽日見啦，拜拜。